長安嘅燈飾，年年都不過如是啦，有乜好睇咧？溫明兄，啊我今夜唔係嚟搬燈，我嚟訪驗啊！吓？嚟訪驗？你哋唔知噶啦，呢度長安街嗰時嗰個包四娘，慣同人哋穿針引線嘅。前幾日我客本無聊，要佢煮酒論長安風月，佢話有個霍家小玉，生得高清日太，冰雪聰明，慕我詩才不攀權貴，我趁住花月良宵，曲頭訪驗呢位。喂，十娘啊，你可知道住址名層啊？包四娘話佢住喺聖葉坊中曲頭巷口，但我又唔知佢第幾家噃。你不知方居何處，又何以尋芳呢？包四娘話佢愛穿紫色衣裳，我趁今晚燈市如晝，若見紫衣女郎，要留心一二啊！風翻燈影，不來撲面紅巾，想不是小姐之物，奉還離家。多謝秀才，餘生告退。妹，咩事啊，小姐？啊，相公，我哋小姐問你高姓大名，府上何處，日後好還禮喎。哦，舉手之勞何足介意呢？小生姓李，名益，字君如，秋為市白，我居無定所嘅。請啊，請啊，請啊！喂，君如啊，此處就是聖葉坊曲頭巷啦，仍未見紫衣女郎噃。君如兄啊，不如我哋再問包四娘吧啦。好。四女郎身穿紫衣，莫非就係霍家小玉呢？哦，佢既是為下珠釵啦，你在此稍後片時就便知明白啦。我與夏兄再遊燈市，歸來找你啊！祝君能為心上人，早成眷屬。我與尹明兄再遊燈市。請啊！請問相公，可見地上有遺落嘅紫釵啊？紫釵？哦，係點樣㗎？紫釵係用紫玉雕成釵頭燕，更有紅絨漸定㗎。哦，咁我又唔見噃。丫鬟姐，啊，我方才聽見嗰邊人聲嘈雜，說不定有聚釵為趣噃。哦，邊度啊？嗰邊。哦，唔該相公。聚燈花，浮於花街之上，閃閃生光。
仲紅紅地添噶噃。玉花茶葉要小心啲向地茶，花街有我有彩似是紅絨和玉燕，燈光反照落吉葉，嬌羞怯玉盼，紅葉計穿絲花，失分風啊，早對那狂風浪接下，經猜光暗茶，花枝冷月下，似玉線多掛。我手上呢支係唔係玉燕釵啊？你手上哪有紫釵？偏說紫釵落在那邊，累得我東奔西跑咯噃。看來你這個溫秀才啊，明明想借釵納福啊你，賺開些！哎呀，賺開些！還我釵來！哦，呢支釵係你哋姑娘啊，唔係你噶。請問你哋姑娘貴姓芳名啊？好話啦，洛陽郡主霍王小姐啫。哦，當真係霍家小玉唄。丫鬟姐，道不失話原是美德，點解你唔順口問一問呢個十釵人高姓大名啊？我原是隴西人，識作文長客，玉節禪公貴，好伴玉雅萍花，開年風動足，疑是富華人來，可便是富華詩人也中人。不是蓬萊仙動，是曲頭行校第一家。我是隴西利益字君如，諧號16人痴殺。有幸又好，冇幸都好啦。不過呢支釵梗要攞翻嘅。哎呀，浣紗，此釵我自會理會噶啦。哦，此釵姑娘自會理會啊？咁都唔需要奴婢侍奉啦。霍小姐。
才華奉上百劫，你十郎未有家。仰慕你才華在衡陽曾獨霸。他亦是真佢奉上滿心愛念他，目真真月分也。自覺心酸，自慘地變化，何落那更浪花？有説其變咩話？他照託嘅富世，明望終有日吐揚眉華。呢啲笑話，兄弟錯愛話，驚他名字受傷終於斷愛牙，驚他羅托生花紅雪玉有花，唉太手卡，力劫珍珠不怕浪裏沙，你駕馭我10把浪花。好心揮水狂茶，你讓我如何能辨哎呀，可是霍介小玉，正是正是。喂，你實在有意栽花，抑或全心玩耍㗎？洛陽花也香也豔，我想宜室宜家。喂，你想通想透好喎。大丈夫重節義，重一生基業；女子守貞操，就關係乎榮辱一生。欠人一文錢，不還債不完；賒人一生債，不還不痛快。今日賒事須從還時想，讀書人不可措辭啊！成教成教。去啊！你睇重門深鎖喎。或者虛掩其門也未可定，試試看啦。嗱，係咪啊？又話庭院深深人寂靜啦。唔會，我包管佢暗裏挑簾都已降沙。十郎，既來之則安之，你何必過庭不入呢？唔好意思啩？唔緊要。李君如叩問伯母大人安好？請坐啊。得啦。十郎，是否半夜3更不宜求請良回，親來下聘啊？我高攀呢雀橋拜玉女家，咁你乞先我下家，不惜千金奉禮茶。我小玉下無回避千金價，會分論才華。
有父情花，當遭天雷怒劈，惜花不知斷柳芽。貴底難防弱女，暗中仰慕你從下，等我報説10差人來也。小玉啊，小姐，十郎兄，女啊，我攜母子走迎街客，你香桂可有合歡茶？十郎的是有心人，大可為勞公爺話。浣紗，外邊風起夜寒啦，快帶相公入去小姐閨房奉茶去啦。相公，請。未還先把殷勤馬，照秋波上如水態，卻為誰戀奔華差。小玉親，我哋新婚燕語，襟枕上溫，你緣何又落淚啊？莫非你？莫非我？小玉親，問而不答，為夫嘛，寧願長敗不起。十郎夫，妾喚輕微，自知非匹，今已釋外，服其人意。但女一旦識衰，因而情替，使女羅無托秋線見捐，極歡之際，不禁悲從中起啫。小玉妻，十郎不是薄幸之人，何必說此猜疑之語呢？古人有誓海盟山，是人亦有盟心此誓。你揀我3隻烏絲啦，為我寫下盟心之句啊！姑娘啊，恭喜姑爺姑娘。乖啦，浣紗，你嚟得啱啦，
快到雙合之中，取出烏絲蘭，數短3尺，好待你家姑爺寫。一早起身寫乜嘢啫，姑娘？寫盟心之句啊！哦，寫盟心之句啊，咁應該啦。不過姑爺你未寫盟心，你要先問良心噃。我仲希望你有咁心時寫咁深，有咁真時你寫咁真啊吓。得啦。未寫盟心句，先奴子玉釵，似得先郎血，和墨成懷。哎呀，十郎，願盟初定莫相猜，便似金劍難破壞，任天荒地老，莫折此亂差。苦相思，能買也不能買。作相見別，情深永無瑕，一直因心幾次猜，赤誠長係燭，那燈在途難。多謝十郎夫，水上鴛鴦，雲中翡翠，日夜相從，生死無負。人如山河，只成日月，生則同衾，死則同月。爹啊！阿爹，你成日掛住睇，到底點啫？唉，阿燕晶啊，你4位家姐都進嫁武將為妻啊，我獨少了一個狀元子婿啫。好，我暗中提拔利益，務使佢成為金科嘅狀元，嗰陣至與你談婚嫁都未遲啊。多謝爹爹。望爹爹你顧全口齒噃。我在京換72位，在內換64營，我哪有自為後恥之理？阿少義過來，在。太尉爺有何吩咐？你立刻傳御禮部，放榜之後，凡天下重色嘅士子，要拜見我太尉府堂。方准駐選我話。新科進士登門駐選。新科進士登門駐選。新科進士登門駐選。
女婿獨佔鰲頭，老身多年願望，今日此上真係老懷快慰啦！小婿一時僥倖，都是天賜鴻福嘅。今日你節貴蟾宮，可喜可賀。獨識愚兄文章爭名，屢試都名落孫山。比之賢弟，殊感慚愧。尹明兄，你又何必灰心呢？今科不中，且待來科啫。再進一杯。狀元爺，禮部有命，凡天下重識士子，榜上3員驅到太尉府堂拜見，方得注選。凡上福太尉，我家中有事，嗰日登堂拜謁。太尉爺爺，何事？回稟太尉爺爺，新科狀元現在良緣，沉迷歌技，三請三催，扮登門注選啊！可惡可惡！秋兒，行出去！利益的竟然不知，我揞你提拔之力，佢竟敢藐視三台。好，公仔，隱士，你啊正好遠從關外歸來，既有本將，周討參軍。我表前新科狀元跟隨你去，等佢永不還朝，以泄我一時之患。憑恩師處意。阿爹，女兒你何必心悅，為父自有主意嘅。阿公仔，在利益是我心許之人啊！佢參軍遠戍之時，你必要好好將佢照料啊！如有家書寄犯，你要暗中將佢收獲。你要記住，佢有後悔之心，你就速報為師之道。啟稟李參軍，大軍經已齊集陽關渡口，聽候參軍啟程。傳令三軍稍後片時，代本官與夫人稍敘離情，隨後便到。遵令。夏兄，呢位就係嫂嫂啦。拜見嫂嫂。崔大爺，叔叔又嚟。有禮。十郎啊，我知你今日遠戍邊關，特來送上一程啊。君如兄，祝你一路平安，他日揚威塞外啊！多謝賢兄賢弟。啟稟李參軍，天時不早，請李參軍立即登程。知道。邵玉齊，我故人崔允明懷不世之財，能求三餐飽暖。夏兄俸祿微薄，家有蒼蒼慈母，望邵玉妻能愛屋及烏，打我故人是家關照。愚兄感激。君如兄珍重。十咯，去意。珍重啊！日日追涼州，
生哥準備休，感恩之有地，不上望京樓。老夫可以將你利益調返長安，就不許過界。佢先來拜府啊，我就乘機意思嚟到要挾。嗰陣就何怕好事不成啊！浣紗，過嚟。咩事啊，姑娘？你即刻去長安街揾嗰個老玉公侯景先嚟見我。吓，姑娘，你想買呢支釵啊？姑娘，呢支係你嘅上頭釵定情物，你萬不能賣嘅。況且你一病經年，你又不願醫又不親密，飲吞都淨係當歸一味，使得幾多錢呢？姑娘啊，雙合之中都尚有餘錢嘅，你無需變賣啊！久病不受醫，夫人需料你嘅。浣紗，吓，去啦，真係去？去啊！哦。哦，你又嚟啦！唉，浣紗，阿嫂，哎呀，大爺，何解不見3天？你會夫王若刺啊！啊，請大爺你稍坐片時，帶我去取清符相贈啊！阿嫂，我今日並不是為茶飯而來，實為求生而見嫂嫂啫。3朝7日又來借債，雷嫂啊，你當完金燭又點銀釵？當日姜上70的刺繡文王拜，我畢竟都係寒酸，一旦知上懷。今日太尉佢招言將帖派，我呢個白髮餘生上玉階，登堂又卻恨無以帶，拜府都實難拖，對燕尾係。咁恭喜你啦，大爺！你嘅才智真係堪人敬㗎。我雙合之中都尚有餘錢，也許夠你添衣之用嘅。大爺。阿嫂，我都知道長貧就難過，我亦知道阿嫂你日漸艱難。不過我剩得一口氣，都想搏一時轉運啊！我目的都係
想報答嫂嫂你啫噃。係啊，大爺，真噶，你千祈唔好咁唔講。係真係噶。我追揾明今生，仲不能報答嫂嫂嘅大恩。我來生啊，鹹環結草都要報答阿嫂你嘅大德。你唔好咁講咧，大爺。相信我呢次係最後一次噶咯，唔會再嚟騷擾你。我望你同阿十郎早日有復合，呢啲就係我嘅願望。我真係生嘅保佑你，死你都保佑你嘅，真係保佑你。我知足啦，大爺。係，我錯啦，我走先啦。恭祝你成功歸來啊！高隊啦。拜見郡主，叫我嚟有咩事呢？侯伯伯，貴人兒女樂節失機，所以無顏相見咯。怎奈我事有急用，求你代把紫玉見差，即時月賣。哦，呢支差係霍王在日，你離月之時精工雕成嘅，好待你長大時上頭之用噶。論價當值9萬貫以上，咁急切如何脱手呢？侯伯伯，你同我想下辦法啦。好啦，我之後同你拎去啲大戶人家處走走啦。老侯告辭啦。拜見太尉爺，面嚟。謝過太尉爺。崔老秀才，韋少卿，老夫今日設宴相邀，一者為着李參賓月前奉調回京，計佢嘅行程，今日都怕可到啦二者老夫都欲上將五女兒宴請，許配李參軍。怎奈佢前者把冤花迷戀噃，恐怕難成大器啊！即刻今日事過情遷，所以重提此事啫。我亦知道你兩位與李參軍都同生死之交，故敢請同為媒將。太尉爺爺，又到結發夫妻情義長，糟糠之婦就不下堂啊！你亦都曾有發妻，焉可休妻再娶？流汗煙花，何得為之結發？太尉爺啊，佢雖經3年嘅變幻，加之劫難重重，但霍小玉依然情深都未變啊！切，何如之見？太尉爺，有女何愁配夫？有婦又焉能再娶呢？此種淫梅我不做，虧心事難行。高鐵，喂，三代有命你不依從啊！你見否滿堂皆野象，
盼。係，老大人息怒，老大人息怒。莫多雙針鬥你嘅病態難散，經師扣佢嘅力重難得，堂堂囂張惹麻煩，雖知權勢想逼做人難。呸！下我！老大人，請問你一共有幾位千金？老夫一共有5個女兒，現征最細嘅。是否全是閨中待字啊？我4個女兒都早已出門啦。哦，婚後與夫世情感若何呢？我都倒也恩愛喎。哦老太尉，餘生有4個妹子，待字閨中，欲想配與侍衛佳婿，未知太尉爺好事能否成就啊？此話怎解？此話怎解喎？你侍衛佳婿能否拋棄髮妻重婚再娶啊？拋棄結髮之妻，豈不是將我女兒休了？啊！謝所謂針唔到肉就唔知痛咯，針到肉至見為難啊！哎呀！嘿！有道啊，富貴難侵犯，寒如心木嘅兩驅難，衝冠怒奪驚魂寒。頂得順，捱得起嘅，白腳。哎呀！我愧無寸不酬燒肉。幸存忠義報紅顏，你寄語十郎的叫佢莫欺枕邊人，你話我魂在望鄉台不散。派過嚟。真是。人嚟。我吩咐你哋。一陣抬呢個老頭兒嘅屍骸去草草殮葬。係，一陣係十郎到嚟聚話嘅時候，如有人提起呢個老人嘅屍訊，與共霍小玉嘅消息，定斬不要。跟我嚟。參見太尉爺爺，長安侯老玉封叩見，並帶了精公主玉燕釵留守。
哦，行過來。咁精細，好一次上好紫玉硯釵啊！誒，阿老侯啊，比如新宮啊，還是舊宮啊？係舊宮嚟嘅。哦，係舊宮。阿老侯，究竟係誰家之物啊？啊？差主原是洛陽貴胄，貴人兒女，失機落節，不願在陽成事。誒，此差不明來歷，拿回去吧。啟稟爺爺，此差急於求賣嘅，乃是顧霍王女小玉之物。啊？霍小玉嘅紫玉釵？阿老侯，此差我可以照收埋。我實不相瞞啊，因為老夫的五女兒行將出國，還有幾件零碎嘅首飾，急於要收利嘅。一嚟，你即帶老侯去西軒奉茶，等工作完成之後，一同出來看賞。去吧。阿少爺行過嚟。太尉爺，乜嘢事啊？阿少爺，你拈此差回去你家門，後話李參軍到嚟聚話嘅時候，你就暗中交代你妻，扮作一個媒婆。啟稟太尉爺爺，參軍李益拜門求見。中堂接見。遵命。拜見恩師。免。謝恩師。阿十郎回來，你好嘛？幸託恩師洪福。敢問恩師，想我塞外3年，一旦歸來，何以聲明不准我回家？不知是何用意呢？阿十郎，你所講嘅家，長安之家，就抑或西之家？想隴西是母家，長安是妻家。今日我歸來長安，好應。阿十郎，你係我心愛嘅門生，我家都猶如你家啫。況且我命人啊，迎接你靈壽堂到嚟居住，等你母子團聚，又何須思家念切啊又？夏兄，別來無恙啊嘛？託福託福。係呢，尹明兄佢點啊？尹明兄？尹明兄啊，佢而家安樂晒啦，唔需要你同埋我關照佢啦，不愁穿不愁着，無災無難啊佢。係咁，我真係謝天謝地啦。啟稟太尉爺，包三娘求見。太尉爺在上，老婆子叩見。有嬌客在此，你因何而來？聞得五小姐行將出國，需要紫玉珠釵，今有現成珠釵獻上。過來。好一支上好紫玉硯釵，阿十郎，你不妨一看。此差我似曾見過嘅，賣差老婆子，你是姓包，可有姊妹？包家總共有7姊妹，我排行第3啊。你可認識一個包四娘？
包四娘係我的親四妹，她轉迎風月圈，詼諧善作媒啊！我睇你不似有珠釵之人，此釵從何得來？哦，呢支釵係我四妹求我代賣，因為霍小玉無才招嫁，佢嫁咗我丈夫一去3年，並無音訊。上月又係我四妹為媒，待佢另尋夫主，再嫁之後，故而將釵棄賣啊！阿三娘，霍小玉與參軍爺爺有些瓜葛，你將釵留此，下堂去吧。老身該死，參軍爺爺恕罪恕罪。十妻人隨夜雨掛意，隨妻人尾隨雲去，歸來遲一語，此恨永難化。8千里路夢遙遙，巴榮橋畔柳絲絲，仿見夢中人，招手迎浪花，驚見買釵人，釵未斷時情已斷，未溫前夢，夢驚殘，哭一句釵在情亡，人空返啊！嘆一別竟成永別，俗情難。若到渭橋望掩眼，怕得回憶當年燈下最釵還。好得餘香逝怎會？卻以人去藏空，難戀讚。阿十郎，你咁認真做乜嘢啊？呢啲老流長花，你何必要私心戀讚呢？因是，我一去3年了無音訊，咁啊小玉另嫁，佢無非忍心跳出個離恨關啫。阿十郎，不若咁咩，就將此釵嚟二聘小女。嗱，仲有夏兄為媒，擇個良辰，共我個5女兒例行奠宴呢。夏兄，你為媒嘛？夏兄，當年我哋此世前因，成為歲寒三幼，到你今時有呢種寡情表現，所謂欠人1蚊錢不還債不完，欠人1身柴不還不痛快。不過你年紀輕，我都唔怪你。好彩尹明兄唔喺處啫，若果佢喺處，又會把你大義責難啊！今日朱釵虧負你呢個台館客，又不是薄恨黃灰，負搲紅顏呢？嗱，你話賒人債，不還就痛斷腸，咁你欠我嘅恩，欲還須當鞋墊眼。